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新竹市有社区大楼发生火灾，可能是暗的空气干扰用甲大地加上迷失路径，造成2个消防人员不幸过往。台湾连续8年无受到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咱的团队就日来我开国际记者会，强调台湾有才调帮助世界各国。环境部一月拍算伫咧全台湾40大夜市团风市场，推动示范减少塑胶，业者袂当主动提供塑胶路架。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看这新竹市第2日暗时有社区大楼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不幸过往。初步调查，这导火点是伫咧大楼的地下1楼电力线给烧起来，这大楼的抽风机也因为火灾失去功能，致使这乌烟拢呛对楼顶去。有2名消防人员执行搜救任务的时阵，可能是这空气干扰用甲大地面大过分乌气，才伫咧空间内面迷失路径，落尾不幸来殉职。今早起呢，这消防队员继续出动分推车，疏开高楼站的民众。分推车豆豆升起来，陆续甲火场内底吊伫楼顶的民众协助疏散到1楼。火救民众想到火灾发生当时，伊原感觉真惊。就是也是都是烟啊。所以您是住第几楼啊？13楼。整个晚上都等待救援。对。都在阳台吗？这火灾发生伫新竹东区资份路上的大楼，2日暗时10点外，警卫甲自火发生变电箱导火啊，提拍火器到3工要拍火。消防队员也来到现场，有水管到地下1楼，对这个管道经电力线架来拍火。不过，这火灾造成排烟设备无法运作，真侪事后闻到高烟甲臭火大味，就惊有民众掉伫内底。有2名消防队员伫协助疏散时不幸来殉职。听到无线电的一个 Mayday 的一个求救，那我们在背景的一个无线电的一个背景音，同时也听到我们的一个气瓶的一个警笛声响起。工人的面罩上面，他们擦也擦不掉，然后完全没办法做判断方向的一个逃生的方向。2个殉职消防员的衫裤面罩拢予烟熏甲乌麻麻。新竹消防局长研判，2个殉职同仁可能因为空间未适甲高烟，加上气管空气用尽，最后2个人敢若因为挡袂牢，甲面罩拆掉。花园殉职消防员的救援时程，因伫2日暗时11点50分进行搜救任务。伫0点15分发出美地信号，到0点25分2人失去联络。0点30分派员搜救消防员，晚1点发现2个人倒伫2楼到3楼的楼梯间进行 CPR 急救。1点10分将2个人送病院，不过2个人最后也是宣告急救无效，不幸来殉职。2位我们的殉职同仁跟他转达，你们已经结束了。放下一切挂碍，要安置在我们的忠烈祠，这个我们会全力来协助。27早起，火调科重回现场来调查，检察官针对2位殉职消防员也完成相验，初步研判死因是数日高烟造成一氧化碳中毒，造成无开呼吸性休克死亡，同时请监视人员收证，查明是毋是有刑事责任。另外，大楼总共351人，用14点钟完成全数疏散。新竹社会需要派同仁协助有需要住户安置大地旅馆。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发生这消防人员可能是救灾过程空气干扰用甲大地，才会出意外来过往。台北市消防局就表示讲，这空气干扰的使用时间和个人的心肺功能有牵连。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建议讲，要强化救灾方式和空气干扰的管理，降低救援的风险。空气干扰警报声音弹提醒消防员，干扰内底空气量在58以下。2日深夜新竹市大楼火灾，2个消防员干扰空气干扰，空气用尽死亡，引发社会关心。台北市消防局讲，以火场的重度工作为例，一般一支气干扰要有250把以上，用15到20分钟警报就会弹落。我们要预留一定的空气量。比如说我们进去是花了100把，那我们就要预估回来的时候，势必得要回来有100把以上的气量来做评估。当达到产压警报已经是最不得已的时候。王田警讲，以平均数字来看，单独工作之下，空气干扰若是警报弹剩50把，可能会使再用5到10分钟。不过爱看个人心肺的状况，所以训练时会建立个人平常时的数据，帮助消防员入火场时能更加好管控空气干扰的使用。我们平常有做空气呼吸器的训练，你自己的体能跟你自己的耗气量，你自己能把握的话，你进火场你的安全就可以自己去掌控。
有近5年来，全国至少10名消防员拍火时殉职，其中中华交友大楼甲新德市即摆火灾拢疑似是消防员伫搜查任命时，空气感染用尽力力难。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建议，强化救灾方式甲空气感染管理的共识原则，可帮降低救援风险。气瓶的我们叫空气管理这个3分法的部分是没有一个共识的，救灾连个最基础打底的那个原则都会因为各级的指挥官甚至不同的县市的状况不同而有高低差距之分。王庭警讲，消防员入去火场拢有3层安全的机制。头一层是小组火盘中间互相支援，第2层是其他小组协助支援，第3层是出动 RIT 紧急救援小组救人，而且消防员拢有扎这救命器，唔会使家己拍开发出声音来救。那消防员伫工作所在一段时间无线电动，救命器也家己弹，避免消防员拄到危急状况无得救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世界卫生大会27开始举行，台湾连续8年拢无法度用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这卫福部长邱泰源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伫 WHO 大会开始进前就召开国际记者会，表示咱台湾有帮助别国的医疗水准，无应该互排除在外，而且中国也无权力干涉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卫生大会27开启，台湾敢会当突破中国压力，参与世会是这摆大会焦点。卫福部长甲立法院实导团伫大会开启进前，主持随时任内华召开国际记者会，以专业分享世界发声，表示台湾到今有愿和排除伫大会之外，已经违背世会和会全球健康福祉的核心精神。Yet, due t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WHO has continued to exclude Taiwan. This undermined WHO's efforts to cre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global health architecture. 中国长期以联合国27500号国旗技术性主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台湾是主张这份国旗无认定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甲其他国家建交也是参与国际组织，中国无权干涉左右。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它有它的历史背景跟各方的考量。实际上，它主要是处理 PRC 当初加入联合国的入会案，它并没有影响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律地位。我们具有国际上，也就是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理应享有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表示，虽然国际政治真现实，也毋过希望友邦甲国际朋友毋通只看到台湾的半导体，疏忽台湾健康产业会当为国际带来正面的影响。卫福部长邱泰源讲，台湾积极培养医药卫生领袖人才，政府也寻求更加创新的方式突破中国封锁，会以高水准医疗继续帮助其他国家。我们有许多的台湾的专业医事专业人士都担任国际医事组织的理事长、副理事长非常重要的职务，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本届大会会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讨论甲修正，各国唔望会当伫关系全球防疫的大流行协议上，包括利益甲资讯共享机制、知识甲技术转让等面向，取得最后的共识。台湾若会当正式加入世卫，有机会当伫各项领域有出色的贡献。公司记者采访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受到这众议长江森指派，搁再带下党派机关组团来访问台湾。因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个来访问的美国国会团。赖总统感谢美国机关用行动支持台湾，表示未来会继续深化台美交流。麦考尔也指出讲，这台湾应该搁较关注这海上战略，针对着这对台军售有牵着时间，也讲因会要求行政部门赶紧交会。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甲总统赖清德一见面就热情来握手。众议员威尔森更加带来在美台湾人团体，刊登伫美国报纸顶面的祝福就职广告，大正式礼物。因为这是赖总统上任甲中共结束围台军演了后，头一个美国国会跨党派访问团。我要再次感谢各位对台湾如此情深意重。未来新政府将秉持4个支持，并积极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加深合作。Let me first say
我们来在往 We're here on behalf of Speaker Johnson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a bipartisan basis, supports Taiwan. 首相议长强生的指派使团来台麦考尔强调，任何协议拢未阻止因交访，因为顶摆麦考尔来台了后，和中国宣布制裁，即摆出发进程也受到中方的警告。而因26来台湾即天，国防部也查到21架次强机、11架次强舰加4架海警船继续侵扰台湾，对强军的威胁。麦考尔讲，台湾更加应该关注海上战略，并且讲到美国对台军售拖延的情形。We are moving forward on those weapon systems. I'd like to see them faster, and I think the $4 billion, in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is a huge investment, but a sign of showing of support to Taiwan. 麦考尔讲会继续向行政部门要求赶紧来交付。里面问到讲台湾是不是可能纳入亲像四方安全对话跨定组织时，伊讲美台合作上，以往有一寡中国红线袂使翻过，比方即阵小的任务是确保有较为威吓力，避免战争发生。American resolv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is fully and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deterrence, to supporting Taiwan militarily, diploma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众议员巴尔是讲，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安怎，拢未改变美方支持台湾的决心。即摆访问团一行5人，会伫台湾点4天，就台美关系甲科学经济这议题，甲相关的部会团体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审查国会职权的法案引起冲突，国民党的立委就呼吁总统赖清德就要召开国事会议，就调野的党主席来解决争议。也那这国民党团总调部分其实话讲，明仔载议会一定要拼法案三读通过。民进党团总调外界明确强调，若准硬要通过三读，因一定会申请释宪。民间团体嘛无排除要联署来提起公民复决来做反制。我们当家的当总统，如果你没有控制这样子的事情，没有限制你的人的话，所有的立委还有议事人员都活在恐慌的日子。美国顶目屎流目屎地向总统赖清德发声，因为离世甲联合立委林淑芬发生集体冲突，高反起甲北京县要求林淑芬回室内，也毋过一直等待到27下昼，美国顶正式到北京提过。调野已经3摆攻防国会职权法案，那被拼2败3读。联合党团总调郭建明话讲，先坐落来讲，也毋过民众党团表明唔接受无直播的调野协商。我不会再走进那个办公室，走进那个没有直播的办公室，出来怎么样被造谣抹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有南亚立委呼吁赖总统召开国事会议，邀请那边党主席同齐解决争议。也毋过郭建明批评是转移焦点，佮表示法案三读一定申请释宪。南亚党团总调卜君奇强调，2败一定拼三读，无被记者批评执政党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口抗争。我们在明天会全心全力的让国会改革法顺利的来三读。对于民进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这是世界奇迹哈。国民党现在很会转移焦点，其实这很简单，韩国一句话就停下来了，大家遵守议事规则，照程序来就好了。行政院长到阳台伫接见北美大上会时，话一转，强调家己会继续努力，看立法院甲下党善意的回应，民众2败下党唔免搁集结。我希望两院之间能够平顺的互动互相的尊重。我现在更希望，我等一下还要努力看看，是不是明天我们的群众不用集结。2败立法院有假会阁引起表决大战，那三读通过，公民团体无排除联署，提公民复决反制。另外，行政院感谢会复议，行政院表示必要的时会适时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花莲地震影响，苏花公路逐天开放3个时段会当通过，暗时7点到早起6点拢会管制。不过，昨有一个查甫人煞举电击器恐吓管制人员，佮把这闸门拍开硬要过。落尾警方是伫个北口抓到人。另外，苏花公路164.5公里的所在，行过道了后也发生水泵线。当时去到苏花公路的中德管制站前，来一台小客车管制人员上前通知已经过通行时间，也毋过查甫人煞一直挖进管制人员，后来也家己拍开闸门，塞车过路。原来迄当时查甫人摕电击器恐吓，逼管制人员放行。下来！管制人员，走来，走来，走来！
昨天他也是大概这个时间从这里冲过。日落暗8点外，姓刘查甫人伫南边的中德管制站表示要上北，也毋过已经过暗时7点的开放时间，想要到伊提出电击器恐吓内容。警方后来伫北平林水饭坑北口将姓刘查甫人抓落来，也将伊送办。该车驾驶便拿出电击器，并试图逼近、恐吓管制人员，逼迫管制人员让其通过。警方表示，查甫人有枪炮毒品等前科，伊伫25暗去发现到已经硬弄一摆，日落搁再还。除了以刑法妨害公务恐吓罪移送检方侦办，也要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900至1000罚款。连日落雨，苏花公路164.5公里的所在，离72点外发生土石流。那边的话，我们其实也不晓得说它到底土石堆积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大概应该都是上次04、03有一些比较破碎的部分啦。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它土石流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是立即清理这样。南无干部段表示，经过当期库抢通了后，已经恢复通车。经过地动了后，当地土石也是真无稳定。目前规划到5月底进行。大桥线林水饭坑北口到中德管制站之间，大港维持6至8点，中昼12点到下昼1点，尾暗5至7点这3个通行时段。暗时7点了后，会有警乘封闭，提示驾驶人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天气，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礼拜各地头天气拢袂介稳定。今透早中南部就咧落大雨，干那拜三雨水会变较西挂。另外受到这方面影响，拜六礼拜温度也会较降。天顶开始落大雨，就连雨撇也袂覆盖玻璃漂蒸汽，因为对流云系恶，而且受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透早就落大雨。家己的铺子更加是伫1点钟内就落40毫米的雨量。气象署8日早时会针对中南部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气象署表示，这礼拜的天气真无稳定，会有2波方面报道，全台拢会受影响。今天午后雷阵雨可能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会带来大雨或甚至局部豪雨的情形。一直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周三的时候，降雨的范围会稍微缩小一点点。在西侧的话，在华南这边还是有一块锋面，锋面的影响之下，可能带来南边比较多的水汽，所以周四的时候下雨的范围又会在逐渐的增多。气象署表示，第2波方面估计伫拜5豆挖进台湾，拜六开始各地头的雨势会增加，气温的方面也会小可下降，尤其伫北部地区感受会更加明显。早时的高温大约伫25度左右。周五因为锋面接近，西南风影响明显，午后都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另外，在下一波周六、周日影响的锋面的时候，一样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也都是要注意会有大雷雨、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但下一波锋面再来的时候，一样东北风下来带比较凉的空气，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温度也会再下降一点点哦。另外，虽然中度风台爱为年继续往东北方向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但是气象署也提醒民众，伫拜三进前，基隆北海岸、东部沿海、南苏、绿岛甲恒春半岛，拢要注意有长影发生。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台南安平某一间顾婴中心，可能有无照顾了无妥当的情形。顶礼拜5呢，就家长出面来指控，社会局去查了后，下令停业3个月。也勘测这桩案件有4个人员拢罚款6万块。不过，自测煞有另外一名家长去တင်情，讲这桩案件机关所接讯的相片是假，业者根本就无安尼生做。不过，市政府是强调讲，调查了后，确实有无妥当的行为，这处罚的结果也未改变。没有经过我们家的同意，随便放上去，然后在旁边加注文字，都不是属实的文字。真侪家长来台南市议会တင်情，控诉顶礼拜公开台南某一个托婴中心对幼儿无适当照顾的林彦竹议员讲的不是事实。月子中心护士也有教过怎么开背，我们看是合理的范围。溃烂的原因并不是中心造成的，是小朋友那个肠胃炎所造成。他没有查证属实，就随便拿到一个照片，那就随便去做质询。是因为有家长甲面台တင်情，囡仔好亲像互人不当照顾，要互囡仔拍下线伤大力，同一时间换尿珠啊，滴出真侪囡仔尿珠啊到。按过早起来တင်情的家长认为，照顾者拍的姿势正确，要家长讲家己囡仔尿珠啊到是肠胃炎，唔是无换尿珠啊。这个市政府采取
诉停办3个月无根据，嘛放调讲要告林彦竹议员。是依据我们所收集到的确实的证据，然后也有我们同仁监看监视录影画面之后，发现这个托运中心的确没有妥适的照顾幼儿的一些措施以及安全环境。市政府社会局讲，当然经过调查比对证据，确认托婴中心确实有不当照顾的事实，目前裁处结果未变动，会伫1个月内协助受影响的家长转托。后续若是家长有新事情，也欢迎提供予市政府调查。我在为这一些没办法表达的这些孩子发声。他要告我去干嘛？林彦竹回应，议会这阵所在拢是定情家长提供，嘛有事先通知过用途，搁请对方签名同意。公布这件代志是为了捍卫婴幼儿的托育环境，家己认为无问题。若是家长想要告，就去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广减用塑胶，环境部7月拍算要伫咧全台湾40大夜市啊，抑个传统市场推动示范减少塑胶。就亲像这店家袂当搁再主动提供塑胶盒啊，互人客。台北的宁夏夜市也变做全台湾头一个减用塑胶的示范市场。民众西夜市啊，是去菜市店双手提满物件甲塑胶盒啊，累积起来塑胶盒的量真侪。为着推广减塑，环境部要伫7月份开始伫各县市经40个夜市啊，也是传统市场示范减少塑胶盒的使用量，大商袂阁主动提供塑胶盒啊。如果这是一个趋势，我们就变成势必要走向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政策，就要自己带啊。自从2002年开始，政府就开始推行限塑政策。目前拢总有14类场所袂使免费提供塑胶盒啊。根据环境部的统计，这20年来购物用的塑胶盒用量为每年200亿个降到2022年100亿个，减量达到50%。虽然效果袂歹，不过夜市啊甲传统市场购物用的塑胶盒用量差不多占50%以上，煞无列入限塑管制。所以环境部研究要扩大限塑场所，先推动自愿性减塑了后续再用法令来管制，并无要求购用塑胶袋要付费才能取得，而是用鼓励的方式来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由各县市政府考量当地市场的特性，透过宣导、奖励等各项措施规划推广。本来就已经禁用免税餐具的宁夏夜市啊，互人选做全台湾头一个减塑示范夜市啊，大商会做伙推撒优惠的活动。袋子真的是用太多了，其实就是你买一个，然后你去别摊的话，然后就是一起放在一个就好。消费者只要带提锅或者环保杯来，我们帮你打9折、打8折。那消费者也乐意来带着环保杯一起来跟我们做公益。环境部表示，联合国曾检定全球塑胶公约，向渐渐减少使用塑胶，以零废弃而且落实中和使用来达到减塑的目的。台湾必须甲国际同款，伫市场夜市啊，购物用的塑胶盒的使用量大，望透过宣传无主动提供塑胶盒啊，来鼓励民众家己穿购物袋也是袋的物件，创造市场减塑的习惯。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顶礼拜六发生2件严重的火灾，西部古吉拉特邦有一个自动的游乐场事故大火烧，迄个时阵人是真侪，着家长含囡仔着伤，上无有27个人死亡。另外，伫咧首都新德里也有一间儿童病院发生火灾，有7个婴仔不幸过亡。第一支队建筑物内底冲出来，消防员赶紧抓水来拍火。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儿童病院，25深夜发生火烧厝，当时真侪闪烁干那爆炸，造成这火势一直摊开。院内真侪囡仔无道性的灵力，就安尼掉伫火场内底。尽管在场民众甲消防员斗阵来救出10外囡仔，不过也是有7个新生儿被火大汉就安尼活活互火烧死。बेबी केयर वालों की गिरफ्तार की जाए और जो बिलास्टी उन्होंने करवाया है, जो बिलास्टी वो धंधा गोरख धंधा सिलेंडर का कर रहे थे, उनकी जांच की जाए और क्या नाम उनका लाइसेंस रद्द किया जाए, उनकी गिरफ्तारी हो पूरे स्टाफ की और ओनर की भी साथ में。病院出这么严重的事故，负责人甲当时值班的主治医师，当时却是无看人，也过警察真紧就抓到走去的医生甲头家。印度媒体报道，多位病院发生过虐待囡仔代志，消防的设施也无合格。病院的许可证更加是早伫3月底就到期啊。连司法迄案值班医师的资格拢有问题。当地政府是讲，正伫调查病院导火原因，一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就伫平伊岛会前几点钟，西部的高级垃圾房一座儿童游乐场也发生重大的火灾。当时真侪家长趁假日带囡仔去佚佗，就是拄到火灾。当时火灾发生时风过真透，结果一直炭烧。游乐场如果是铁片建筑，真侪人掉伫火场内底，就也唔知生死。 आग जो है अभी भी उसमें धुआं निकल रहा है तो अब जो स्ट्रक्चर कोलैप्स हुआ है उसके अंदर से जो मलबा है उसको निकाला जा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16 डेथ का फिगर मिला है और ये संख्या कंफर्म की जा रही है 不幸的是，死亡人数真紧就升悬到27人，而且多数罹难者是囡仔，真侪亲属伫病院哭到要死，唔敢相信囡仔就安尼无去啊！ 检调在地调查导火原因，并且已经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关押游乐场的业主甲主管。高迪垃圾房的官员是讲，一定要对违法的人来采取严厉惩罚。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又国际航班登着乱流啊！卡达航空一台对大厦飞去爱尔兰到柏林的波音787客机，半中途登着乱流，说是向飞机。这飞行机顶头旅客含机组人员，总共有12个人受伤。 这架编号 QR017的波音787客机对大厦起飞了后，按照预定的路线，经由伊拉克、土耳其，线来经过欧洲飞往爱尔兰到柏林。不过，就伫飞过土耳其上空时，常常拄到乱流，就亲像进前新加坡航空班机相款，拄好是空服员分散餐点时间，机舱内底人行来行去，真侪乘客安全带放开，所以造成侪人受伤。But it was quite scary. The plane just seemed to go stop. Which it didn't, but then dropped, quite a severe drop. And then, fortunately, the captain got it under control quite quickly. 班机最后是平安降落伫爱尔兰的到柏林，转来大厦行程小可受到延误。机场的运作是一切正常。对着连日来团出民航机拄到乱流，造成人员伤亡。有专家原因归因是气候变迁，引发小空气快速升悬，造成乱流。Turbulence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as climate changes. And a university'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hown tha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severe turbulence has increased by 55%, moderate turbulence by 37%, and slight turbulence or light turbulence by about 17%. 不过，也科学家认为讲，这只是统计上的相关，无用算讲是直接的证据。At higher altitudes, where most aircraft are flying, you can have the jet stream causing winds to be very strong, and toward the edges of the jet stream, you can get very large shears. It's not unclear that climate change wouldn't have an effect, but it's just a hypothesis. It seems reasonable, but there's no proof of that yet. 另外，像是冷气团甲暖气团交界所在，也是类荷包的混层顶面，拢较会产生乱流。还有就是喷射机后壁，包含引擎喷出来废气，甲机室尖尖的所在，拢有程度不定的乱流。所以讲，各大机场的航管塔台，拢会严格来要求每一个航班，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拢必须爱隔几分钟以上。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讲到新竹市28站楼的社区大楼发生火灾，也造成2名消防人员过往。消防队表示讲，这大火含乌烟会对楼梯含管线飞向楼顶，变作是烟弹效应。而且电力系统呢，因为这火灾失去功效，消防队员敢若会当用行去救人，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好民众若准碰到乌烟含火势，上好是赶紧将门关起来，窗也着爱踢起来，避伫咧安全的所在等人来救。哎，小心，在哪个地方？火灾现场拢是乌烟，未少大楼住户虽然望到碎片，有关是风砸甲一直扫。向公道声，这是新竹朱分路的大楼火警住户翕到惊险的逃生过程。去现场救灾的新竹消防局表示，这件火警主体有28楼，一旦发生火警，较会形成烟弹效应。我们在火灾的时候呢，都会去断电，或者是说因为火灾之后，它会把那个电力系统给烧断。好，那这个部分就会造成我们那个救难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救难人员就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徒步去到我们在救者受困的楼层，产生的那一些浓烟啊、废烟等等，也很容易会循着我们的管道间来去到我们
比较高的楼层。目前国内规定，16层以上建筑物属于高层建筑，若发生火警，恐惊有5大灾害得成。包括乌烟，真侪人较无好疏散，地面救助困难，加上力量累积形成高温高热环境，水线准备难度真悬，增加求救困难。会场拢是乌烟，未来用静音系统会当降低消防人员伤亡。要先确定火场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住户需要马上救援。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比较科技化的方式呢，来减缓火灾所产生的后续的影响。那分推车根据消防署指出，各县市依照城市特性甲地理位置差别，你消防分推车关度也有无同。应用爱照民间的力量，这摆救灾的出动处加5班，180栋吊车到现场。大概今年11月底，会来全台湾最高的云梯消防车，大概有104公尺高，长期住在新竹县是帮忙。6都这一县市大概会去买到比较高楼层的云梯车，完全靠云梯车是不是很好的方式？当时在消防设计的时候，自动下海设备，只要发生火灾就自己把整个火都扑灭，到时候没有办法，还是要上去。高层火灾救援无简单，新竹消防局呼吁民众平常爱关掉楼梯间安全门，才当预防火灾乌烟。若万一火势甲乌烟伤大，爱将大门帮门关好，用伞置伫门旁，避伫安全的所在，等待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英涉嫌炒股票等官司，伫咧判决确定进前却逃走去国外，而且即马阁逼出白条，检方调查发现讲有一阵朋友协助伊逃亡。专案今仔日终结，依照涉嫌犯入出国移民法等罪嫌，甲这10个人起诉。但是这朱国英利用万纳度黄金护照逃亡了后，即马却是变做下落不明。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英牵涉到真侪件官司。去年9月17是伊最后一届去派出所报到，去报5亿外，展开逃亡。啊，毋过也当顺利逃走，拢是靠这个人斗相共。你有帮助朱国龙啊？检方查出县长船长爸仔负责开船，朱国英县长的秘书协助调拨资金，县下会自保商翁仔某提供包机海外接应的人。县州游艇组织业者规划偷渡甲买船的事项，以女朋友爸爸亲身走一逝香港，用家己的资料打朱国英的相片，申请到万纳度的护照。这涉案的10个人暗中斗相共，即马全部拢互起诉。早期可能因为这个国家对办理人的身份调查没有那么严谨，资金来源没有那么严谨，所以很多人申请。就是向准万纳度护照会当免签入去英国、俄罗斯、香港这个所在。朱国英摕外国护照，伫真侪国家拍走，逃亡路线即马公开。为经所报道线，迄天坐车到台南，坐游艇到去菲律宾，随搁坐飞机飞去万纳度，伫当地停留10多天。去年9月底包机去以色列，1个月后拄到以巴冲突，惊家己的安全，搁坐飞机去俄罗斯，到即马下落不明。查缉外逃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持续的来加强。不过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上任，我等我了解以后再来跟您报告。中台经济犯滞留海外，互执法单位伤脑筋。捏造甲其他国家也无司法互助，搁较是无法度。包含贵妇奶奶翁仔某涉嫌吸收资金上亿。将立委的辅助操作估计趁上亿，也有央行前副总裁杨成金，交通银行任内涉嫌敲贷案，互银行8亿的损失，目前拢还未落网归案。弃保潜逃罪，新的政府有没有要延续推动？是最近的一个审查是在3月6日，那我们也是加强会持续来推动。面对未少被告伫官司定案进前，也是发感情，就抢一步宣出国。有立委嘛关心甲起保占道罪入法，不过相关的法案进度，行政院还未送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敢若今年头一季，警方就讲有甲3万条的假投资广告动落来，却是现查就查袂了。连台大证券研究社也向无名早生怪人来投资，甚至有来群组骗人用俗价买红酒，讲会当转卖，不过有民众去互骗300万啊！这2个查甫人竟伫咧咖啡厅开讲讲生意，一个人讲是咧卖酒的，伊伫咧编资料，而且讲甲喙角全破。落尾手交易讲定了后，现金摕过手就想要落跑，警方是随甲查落来。你有通过啊？有啊。这边干？第一次？怎么可能第一次？原来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伊根本就毋是咧卖酒的，而且涉嫌做车手。根据警方的调查，背后的诈骗集团为赖顶悬找青云人进行红酒的假交易。
有一个驶客停车的司机，就去互话术骗去，开要300万，就是讲伊抢到60罐2000年的拉菲，会当搁趁一手。毋过，什么红酒、什么利顺，拢是一场空。配合被害人再购买黄酒30瓶，面交新台币150万元。犯嫌取走现金时，当场识破其车手身份。早期的手路是800款，因重要的管道就是网络平台。今嘛还阁有学生社团甲卖酱业去互套用来骗人。台大证券研究社伫人面册发布反诈骗的声明，因为伫网络顶出现假的卖酱业，起赞的数量是无几个，为名称、小界、头像 logo 是拢生了一模一样，而且阁开假的赖群组，报名牌、投广告。其实，这种诈骗的卖酱业或者是广告，警方处理会甲摕落来，不过先抓嘛抓袂了。警方通知广告下架后，相类似的诈骗广告仍重复上架，在此呼吁网络平台业者应做好源头管理。网络顶充满侪投资诈骗的广告。根据警方的统计，估是今年第一季通知 Meta 对网络顶摕落来的，都有32000多条，Google 嘛有变2000条。不过旧的才打汰掉，新的又搁出现。假投资违法的广告，也是伫网络顶世界夜夜飞。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区今年有一间拄开幕的烘肉餐厅，却因为这油烟的问题处理了无好势，影响居民的生活。环保局到单已经接到40多件的投诉，业者的罚单加起来也有88万，要求业者在6月底进前爱改善，若准唔食就要停业。肉片伫摊货顶悬烘，民众欢喜享受美食。不过对附近民众来讲，敢若恶梦同款。我那个味道就是不舒服。我们住在这边，天天吸。他们老板可以离开，不天天吸。居民真不满，附近的学校伫上课完哪有影响？民乐市这间1月初开幕烘肉餐厅，用餐的时间人踢甜。虽然业者有装静电油烟处理设备，把油烟收入去2楼顶排放，却因为处理效能无好，致使油烟四散，较无5个月就互人投诉超过40届。屏东县政府环保局已累计裁处达88万元。若该烧烤餐厅于改善期限到期仍未完成改善，符合同法第96条所称之清洁重大时，环保局可能令其停业。客责人员车走去餐厅厝顶检测，意味达超过标准20倍以上。环保局是讲，业者经过考肯要求改善，也甲派专家辅导了后，也是无改善。目前累计裁罚88万。业者2次化完案讲，已经有找厂商准备改善设备，认为县政府罚伤重。今天我们原本是每半个月保养一次，那我们现在就是改成每1个礼拜，然后之后就是再增加那个水洗的，就是连我们那个炭房也都经过水洗。厂商派人去厝顶调整除草设备，业者表示新增加设备甲公路拢需要时间，并不是无愿意改善。设备完成了后，原来会持续测试甲调整，希望赶紧解决油烟排放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年历史，而且佫是市定古迹的台南大菜市，也就是菜市场。因为改建工程，地区这店家拢爱刷位，店家也惊讲这饲草的散气，就去碎附近的货柜处。即马地主7月底要讨倒登去啊，市政府也按算讲，甲这单位刷去西门千草的店面。不过却是有真侪人反对，认为讲遐个排水系统无遐好，无法度应付袂食的。米沙好交上了香港公的变色意面，侪观光客真兴趣味。这是本家伫台南大菜市，也就是西门市场的100年米搭。因为改建工程，即摆是做边仔的货柜处继续做生意。配合个地主7月底要讨转去，店家怨叹讲，市府本来等一档要通互因搬转去市场内，煞无照好照行。即阵煞叫因刷去西门青草，因认为遐无符合做生意的规格。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可能之后会吃不到。生意都还蛮不错的。那如果搬的话，就客人要重新再看说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又要重新找。这架是一定爱3挖道咧洗，里面的水看爱因也同时封掉。刚才你所看到排水照会离吗？不是我唔登去。如果伊的建筑甲伊种种设备啊，达到我们的要求，唔免伊来讲，阮一定入去。市府会起千草遮的店面是烦恼古迹修复工程影响到店家，即阵有9成的店面是空的，有4个单位互人占掉咧。
市府回应5月底强制要求因搬线，驻地会委员唔望留店家到时拢通搬来遮，带动整个发展。不过业者因烦恼搬来搬去会影响生理，嘛指控排水系统不做好势。市场处这边也会做一个检视，如果说的确有需要做一些改善的话，我们也会进行修缮的动作。在这里也做17年了。 目前是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当时设计这里就是为了要安置所有市场来的，那他们的规划应该就有一定的考量了。大菜市改建工程按算8月底完工，店家刷位的问题要安怎办？市场处表示，工程完成后会开说明会，参大家参详做讨论。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来看嘉义东石和基地沿海，这金麦路鱼是饲介济。不过最近受到天气影响，造成鱼温的水质无稳定，顶一阵放的这鱼仔拢感染着病毒。嘉义县水产大部疾病检验站就讲，这鱼民就要注意这温的水质加鱼的密度，做好管理就会当控制疫情。水产动物疾病检验站的医生检验鱼民送来鱼仔甲水质。 即阵啊，嘉义县饲金麦路的渔民，拢拄着鱼仔去感染病毒的代志。渔民讲上严重，一天就400外尾。百几尾安尼，100几尾死去安尼，一骨100几尾死去。去年较无这个问题啦，今年这个问题较严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吗？应该是红彩病毒，或是气候影响。啊，拄好拄着咱所谓南风北风吼，安尼咧行，造成咱的气压较无稳定，啊，环境拄好啊，适合这个病毒的生长。 啊，所以造成传染的是会较严重小可。嘉义县宜德布袋甲东石是台湾饲金麦路上侪的所在。为4月开始，水产动物疾病检验站都拢有渔民送鱼仔来检查。医生讲，因为4月到6月的天气，本来就鱼仔较会着病，只是今年天气搁较歹，所以才有鱼病疫情感觉会真严重。这段时间拄好是咱落鱼放仔仔的时间点，啊，所以渔民咧放鱼仔的时阵，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 哦，加上因为天气足久无雨水啊，所以引起到伊的阿莫尼亚销声拢有较严悬，甚至困得较歹，被困较侪的状况。渔民讲，去年金麦路的绩效袂歹，和今年饲的量有增加。水产医生表示，即阵啊放的仔仔若是无健康，嘛是会来破病。有着病的窟仔，也是爱甲水质控制好势，互鱼仔豆豆啊恢复健康，才是阻挡鱼病传染上好的办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高雄林园线尾国小，因为因晚近渔港，学校推动旁船甲徛船的涵养课程，为了要让学生来熟悉伫咧大海操作旁船的感觉，教练这学期就设计一种课程，就是会当模拟伫咧水面的情景，让学生会当练习驶旁船的基本技能。 在冠风的游泳池内面，学生坐伫 OP 旁船顶，等咧练习要安怎操作旁船。另外一条学生是练习要安怎徛伫沙波板顶头，看起来是真趣味。沙尾国小的教练这学期设计这款伫路上行船的课程，让学生也袂去海边驶船进前，会当先是驶伫海上的感觉。学生拢讲，先伫路上模拟伫水面驶旁船是较袂惊吓。让我们先在路上先练习一下。 习惯了再下海，就会比较不会怕。咱着做这物件，就会感觉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想要探索更多。线尾国小因为晚近渔港，学校伫3档经常推设海洋教育课程，学生拢爱学驶旁船。初级的课程原本教练是将旁船装咧哪，让学生练习。即马是将 OP 旁船甲沙波板放入去有加水的室内游泳池，学生通先练习平衡嘛较安全。用游泳池的方式，互囡仔建构迄个情境，互伊感觉我即马就是渐渐啊操作会使啊，所以伫咧水面上，感觉是如何，会当互我的船啊。 以我的方向来行。校长表示讲，学校边仔的线尾渔港，因为目前无渔船的出入，真适合做海洋运动吹哨。希望透过海洋的课程，让囡仔有接受挑战的勇气，同时嘛爱认同家乡，有保护海洋的理念。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 另外，绿岛的公馆国小，逐年拢会替毕业生举办唱水的毕业典礼，就爱唱落去10公尺深的海底领毕业证书，而且伫咧毕业进前，就要完成3礼拜初级唱水馆课程，了解有山遥海故乡。
本日到公馆国小的应届毕业生穿唱水装备，为得到石龙海峡落水。在台东大厦体育系唱水教练陪伴之下，唱一位10公尺深的海底毕业典礼会场，校长发毕业证书，祝福因顺利完成国小的学业。对我们来说，这是每年必须要进行的一个传统，也是孩子们的一个过渡的一个仪式，好成长过渡的仪式。公馆国小已经连续10年办唱水毕业典礼，学校的课程为配合得到发展海洋文化，学生拢爱完成插头船甲受水唱水的海洋教育课程。6年的学生伫毕业进前爱完成3礼拜超级唱水员课程，了解故乡的海洋环境。学生的毕业证书顶悬，各家族摕到青少年开放水后唱水员证照，让学生有这项早咧走的能力。我们希望说，我们台东县的孩子这么的面山靠海，所以对于山跟海，应该要很熟悉。也很荣幸，因为这次体验很特别。又到公馆国小这场毕业典礼活动是台东县国小第1场的毕业典礼。这摆学校佮配合下礼拜台东县热气球节活动，特别让学生为海底释放热气球造型的浮球到海面顶悬，完成规个毕业典礼程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外海这几天出现几多只观察头海翁，上侪有到9只。研究海洋的学者就伫咧怀疑讲，敢是地动了后无观光客出海去赏海翁，无只的船啊去搅扰，即马才有遐尼侪海底海翁出现。要研究东部海峡的海洋海底生态花莲县，环境保护协会2023年开始执行翕太平洋观察头海洋的计划。这医生就讲，到伫清水断崖海峡发现有9只，其中1、2只比赏海洋船较大。一头蛮大的，大概16公尺长，快跟一艘船这么大的抹香鲸，就没想到没多久，就另外一头也来了，然后就一头、2头、4头这样子的出现。6月到8月是观察头海翁伫东部海峡出入的时期，即摆有淡薄提早数量较侪，互外界怀疑是受到地动了后观光客减少的因素。毕竟赏海洋船航班少，对海洋海底的干扰就少，对此学术单位也咧调查研究。那很频繁的活动，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水下的噪音。那鲸豚它们其实是很靠听力在海洋里面活动的生物，所以需要蛮长的时间来厘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确定。实际来到首间码头观察首间活动，敢是真热。6间首间公司现场只有1间临时接到一组，因为泰鲁国国家公园封闭转来收海洋的团客，也只怨叹地动了后根本无成立。我们花莲港的载客率还不到5%。非常低，甚至有很多的航班我们是开不了因为只有3两的客人，一艘船这么大一艘船开出去，说实在等于是在卖油。业者强调，即马首间活动拢真优先，并未过度干扰海洋海底。也毋过为4月开始，花莲港8只首间船出船率无够一下，要安怎活落去？即马海上的海洋海底拢转来啊，也希望观光客会当过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句话叫做5月13人看人，这就是咧讲台北迎新红，人定真热烈。台北下海城隍庙是大稻埕正重要信仰中心。今年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对6月1开始要办到月底，除了有庆祝这城隍爷圣诞的民俗科技，也有透过各种活动导览，带大家来踅大稻埕，了解在地文化。歌手以一条南管调的苏军塔来做今年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记者会的开场表演。台北下海城隍庙是大稻埕真重要的信仰中心。古早话讲3月烧妈祖，5月迎城隍，代表讲这是当地非常重要的庆典。也拿今年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拍算自6月开始。重头戏呢，6月。这一个18号，农历的5月13，迎新红哈。那这一次呢，还是由我们在地的很多的宣社，包括像保安社、临安社、双联社、明光月社等等的，都会一起来来做这个暗访也好，还有日巡来做这个迎老雷的部分。
今年台北下海城乡文化节也结合台北建成140年，除了有歌戏和北管现场表演，嘛有结合无共语言族群的音乐会做伙来甲城乡爷做生日。另外，今年有请知名的大球场服装设计师，结合龙年、海岛和永续等等的概念来为城乡爷做新衫。因为老爷也要跟着年轻人接轨，所以我们就做了连帽的帽 T， 然后也运用了就是永续时尚的这个宝特纱的布料来做数位樱花，然后老爷也是渡海来台，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海洋的一些概念呢，就放在这个我们的整个底图里面。今年台北下海城乡文化节自6月初1办到月底，除了有迎城乡的民俗科技，嘛有甲大球场在地的店家共同规划淡风节特点，要透过各种活动展览和导览，带大家来踅大球场了解在地文化。记者卢尚做郑俊尧台北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对21度到26度，辽宁到云林对23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